事情才能开始。兄弟平安！今仔日的礼拜较特别，因为咱即礼拜举行一个儿童的德琴营。伫即个营会3天的中间，即个囡仔用真短的时间学习无共款的乐器。德琴是印尼的乐器，还是用竹仔做的，哈。希望咱今仔日会当听到无共款的声音，无共款的音乐。伫即个礼拜，不过。囡仔较能拍拼，咱大人嘛是爱努力。咱先来脱练今仔日礼拜要用的圣诗，请咱先看圣诗392首，俄勒上帝愿福本源。万福本源，地球万民之首称赞，天顶星彩雄赞万世，阿拉伯家兴起兄弟，各一摆来。上帝万福本源，地球万有之家称赞，天顶星彩雄赞万世，阿拉伯家兴起兄。第二首，咱来看有一首足古锥的圣诗，伫个咱的圣诗14首。毋知，这是一首日本的圣诗，叫做《噼里啪啦噼啪叫》。咱要唱的时阵，第一节互囡仔唱，第一节互囡仔唱，啊，第二节无要唱。虽然讲咱即马台湾嘛有咧落雪，吼，毋过目前今仔日的天气是无落雪。吼，所以第一节互囡仔唱，咱为第3节开始唱。来，第3节来。闪闪烁烁小金钱，光呀呀，光呀呀，闪闪烁烁小金钱。下树光呀呀，要互旅行，要互旅行出歌路，拄着黑暗心茫茫，得金翅就光出路，行红运路途。第4节，啾啾西家叫。地球歌，地球歌，啾啾西家叫，下树地球歌，要互孤单的心灵，听我唱歌心话情，你因心内要听见，上帝听声你。这条歌吼，我拢称它是幸福感满满的圣诗。大概唱的时阵，唱到这句“上帝疼惜你”的时阵，就会感觉安尼得到真多的疼痛安尼吼。吼，这首的时阵，第1节互囡仔唱，吼，然后咱要为第3节、第4节开始唱。吼，刷落来，咱来看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奥妙声德音悠扬。吼，咱要来看一首新的诗，这是阮即届主题营会的主题诗。请第1节的时阵，囡仔伊会唱一个无意词，吼，即个咱毋免唱。
咱是爱唱汉字的部分。奥妙声得音响亮，心头开大声学乐。分鼓搁分鼓吹搁拍锣鼓，亚洲教会同庆贺。好，咱来听一间琴弹散来。来，第二节来。奥妙声得音响亮，心头开大声乐，分鼓吹搁拍锣鼓，亚洲教会同庆贺。第三节，基督传主宾红。大草了，白路彼头，啊有残花丢啊，当路水个困土卡。第四节，摇头棒送向基督，灯关灯在乎色里。万象主星星观灵，本花开天地星星，树文化男女精神，盖无限青转红星。好，这摆真特别，就是囡仔伊若是。大概上课上了的时阵，因的老师就甲伊问讲，今仔日有啥物值得感谢的代志？所以呢，因感谢了，因就会唱一首《咱着感谢上帝》。这首《咱着感谢上帝》嘛是亚洲的圣诗，短短尔，伊是一个回应诗。伊第一句叫做爱沙利顿麦，这就是一个无义词，代表足欢喜的意思。咱来请囡仔唱一届，看咱要哪唱。我要来献上一个感谢的代志，就是我会当伫。甲这个囡仔做伙3工学习新的音乐，预备来。沙利顿麦，咱着感谢上帝。咱唱一届来。沙利顿麦，咱着感谢上帝。敢有人要讲一个感谢的代志？小朋友，敢有人要讲一个感谢的代志？拢无要感谢，因等一下就会讲。感谢咱今仔日天气真温暖，会当互咱同齐伫遮敬拜上帝，无感觉寒。温暖的天气就像亚洲共款，亚洲的天气温暖，人嘛温暖。咱做伙来感谢上帝。来，沙利顿麦，咱着感谢上帝。最后一首，咱来看圣诗292首，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幸哉，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亲在对你因公，即兴我的主，搁一个拜三来。幸哉幸哉幸哉，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亲在对你因公，
咱同心来祈祷。现在，阮至圣阮的主，阮正受阮的儿女，用感谢入你的圣殿，用虔诚摆设阮感恩甲敬拜的祭坛，创造奖励宇宙万物甲人类历史的主宰，一切活命甲福气的源头，全能天父上帝。你有找摩西教导百姓，指示人得到性命甲福气的唯一一个方法、一条路，甚至将你的独生囝赏赐予世间，予一切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你听世间到安尼。如今国际情势不断变迁。面对新的年，人人心内充满不安。主啊，恳求你怜悯人类背逆不信的罪，恳求天父上帝，主爱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逐世代、逐所在，用你的大权能甲奇妙的恩典，引带保守。你的圣会甲属你的羊群，你重视每一个人，无论大小，皮肤的色地，无论丧凶还是富有，每一只羊你拢算过，你拢看印做记号。你是现在、过去、将来的上帝，信实的上帝，恳求你。继续用你大权能的圣手、平安的管，继续扶持阮，赐福阮，甲阮的后代，伫你应允的地安然徛起。恳求你保守、赐福阮徛起的国家，会当国泰民安，互阮伫遮久长徛起。阮也为着乌俄战争，为着土耳其、叙利亚的地动，为着受灾难、受苦楚的人祈祷，恳求上帝怜悯因、拯救因。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3天的合同里，我们用主体、用西方的手工来学习怎么样敬拜上帝。那今天是我们营会第10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敬拜的方式，要用主体、用手中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几位我们当中营会的孩子们，我问他们说，在这个营会当中。你有什么想要来感谢上帝的？然后我们要在礼拜当中说出来。所以他们所说的内容呢，是他们自己想的。好，那我们邀请第一位法比同学。感谢上帝可以让我在营会认识很多人，然后我们可以在营会的第10天一起敲竹琴。咱因讲了一个感谢了，咱就手就该坐，咱就感谢上帝。好，第2位邀请这个子瑜同学。谢谢教会及老师，让我们学习到这么特别的乐器。第3位是雨欣，欣恩，恭喜，没错，欣恩同学。这个营会非常好玩，谢谢老师和上帝的陪伴。第4位。要
谢辛苦煮饭的老师们，煮饭给我们吃。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营会认识竹琴这个乐器，然后吃到好吃的印尼的食物。感谢上帝让我遇到那么好的老师，教我竹琴而棒中。他运用原住民常用的多义感叹词，而在刚刚我们所唱的这个前面这个也是一个多义感叹词。什么是多义感叹词呢？在我们生活中也会用到，像我们如果脚去踢到了那个床头，我们是不是会啊？这个啊就是一个多义感叹词，它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心境，它的意思呢并没有被限制住。因为我们如果觉得很惊讶，我们也会啊。可是我们如果觉得很难过，也会啊，这是一个多义感叹词。这个多义感叹词呢，在我们的国家、亚洲国家当中，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多义感叹词的念法。那我要介绍的是菲律宾的嘎令格族，他们的多义感叹词是嘎令嘎族、董东、埃西、董义啦。那在我们台湾，我们有阿美族、卑南族。还有排湾族常用的是拿罗安。这位牧师呢，他将这一些多义感叹词融合成一首歌，他希望让不同的族群，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歌
来化解他们当中的紧张感，以及分享他们那些心境难以启齿的埋怨、痛苦，以及他们心中喜乐的话，用他们熟悉的语调，打破他们之间关系的隔阂，并且分享基督的爱。所以他们这个牧师，他用多益感叹词写了这样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一次营会的主题曲《奥秘声足音响亮》。选择以这首歌，以及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竹子所做的这个竹琴，来作为我们营会的这个核心材料、核心题材的原因，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在过去，竹子很普遍的是在我们亚洲国家所出现的，我们很依赖这个东西，并且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可少的。那竹子成为了我们所生活的那个记号，生以及活的那个记号。而各个民族呢，也用竹子制成了不同乐器，而特别在印尼，特别在印尼的竹琴呢是最为特别的。因此，我们在这次营会当中选择用印尼的竹琴作为我们敬拜上帝的其中一个工具，以及在营会当中，我们添加了印尼的文化体验。这个是为了表达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共融的这个关系。不同的族群，我们相互了解、相互认识。而此时呢，我们要一同，孩子们他们会先唱第1节，我们其他人会从第2节开始唱。我们要一同用这一首《奥秘声足音响亮》来用歌声、用竹琴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同起立。请坐。这是咱要先三个来做伙念今仔日礼拜中的经句。咱齐声，着会记得我今仔日上心是福，拢摆伫恁的面前，互恁选择
生命记30章15节，咱搁做伙念一解。著会记日，我今仔日将心事好好拢甲你讲，互恁选择生命记30章15节。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经节是关于生与死。那我们营会当中也有想要表达这样的画面，就是生和死。但是呢，这个画面对孩子们来说可能是相对陌生的，因为生他们可能是刚出生没错啦，就是几年了，可是离死亡他们可能还有非常久。那我们透过这个营会呢，我们选择了用一种乐器，就是竹琴。竹琴它跟其他乐器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钢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其他的像鼓，它可能是用人为的材料，像金属所制成的，塑胶所制成。那我们用竹琴呢，它是一个很像是从火的状态下被拿过来所使用的一个材料，那象征着火的这个概念。而我们选择与认识这个印尼的文化，是因为我们想要了解，让这个营会当中出现一种画面，就是不一样的族群，我们在基督里一起共荣，我们在基督里一起生活。所以我们选择相互欣赏、相互接纳、相互认识、相互学习、相互合作。这些选择全部都是这群孩子们、老师们，我们在这个营会当中选择活的这个动作。就像今天的金句所说，我用中文来念：今天我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面前，让你们自己选择。今天的这群孩子们，他们用竹琴、用手中、用歌声，具体的表现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上帝创造的敬畏和赞美。此时，这群孩子们以及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都选择做了一个用活以及敬畏的这个选择。我们同心在这里一起表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与赞美。这个时候，我们营会呢，也是在到今天的礼拜结束就结束了。在这个当中，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主任牧师刘牧师，为这群营会中的孩子，也为这群没有办法参加的营会中的孩子们，来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下礼拜当中，他们就要开始进入就是开学的状态了。请牧师。咱同齐来祈祷。天父管的上帝，管感谢你，因为你赏赐外命，将望放伫管逐人的生命中间。通过今仔日，管三组织点伫遮，用无共款的乐器来学乐你的时，祝你的神，你的恩典也甲每一个细囝三弟弟，也通过因通祝福阮逐人的生命。祝阮将这群参与点伫主亲手中因的囡仔，完全交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主你的恩典继续引带因，互因点伫未来的年日中间，因的生命通正做学乐的时光。祝阮也为着无法度参加每一位小朋友，踮伫寒假的过程中间，阁煞来明仔载要迎接一个新的学期。愿主你的听，愿主你的恩典，甲每一个小朋友，甲每一个明仔载要开学的同学三弟弟，祝福因，互因踮伫学校、踮伫家庭、踮伫教会，拢通正做祝福，通正做逐人的帮衬。互阮不断踮伫学乐的过程中间，那体会主你的恩典甲疼无限。祝阮特别也恳求你，将活命放伫阮逐人，互阮有气力继续向前来跑走。特别伫即几日，阮看见土耳其拄着大地震，有侪人的死失。是主啊，生命甲死亡有当时啊，比阮所想象的搁较近我。总是踮伫你遐，阮有永远的活命。愿你将平安放伫阮逐人的生命，也怜悯伫全世界。愿主你的听，祝福阮大家，也通过即群小朋友的生命，通正做阮众人的帮衬。
同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恭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申命记》30章15节至20节。上帝的话记载伫《申命记》30章15节至20节。著话记定，我今仔日将生死祸福甲恁讲，互恁选择。我今仔日吩咐恁，着听上主，恁的上帝，行伊的道路，守伊的诫命、规例、命令。上主，恁的上帝就会互恁伫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人口加添，得到福气。恁若会违背上主，搁毋顺坦，受引诱去敬拜服侍别个神明，我今仔日明明甲恁讲，恁一定会灭亡，袂当伫恁过约旦河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作证，我将生甲死、灾祸甲福气摆伫恁的面前，着敬性命，恁甲恁的后裔就会通继续生存；着敬性命，恁甲恁的后代就会通继续生存；着听上主，恁的上帝。听叹伊的话，忠诚君对伊，伊是恁的活命，恁着靠伊，才会通继续生存。安尼，恁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要赏赐因的地久长徛起。阮上帝的话刻条伫咱的心内，祝福听叹伊的话、行伊的话的人。咱牧师今日要传达的信息是：选择生命吧。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今仔日也透过无共款的乐器，甲咱即群小朋友同齐来敬拜上帝。当咱每一摆看见咱的小朋友会当参与踮伫礼拜中间，也引带咱同齐敬拜上帝的时阵。咱看到一个信仰的故事，继续咧写落去。无共款的生命，无共款的时代，用无共款的文字，无共款的能力，同齐咧学到即位敬拜咱的上帝。我想这也是咱每一个人咧跟对上帝所学习一件真重要的事。定点伫甲毋是基督徒的人咧接触的时阵，因拢会问一个问题。因咧问讲，牧师，我真好奇，为什么恁基督徒愿意踮伫礼拜的早起来遮做礼拜，无选择甲朋友出去佚佗，无选择看电视，无选择搁加困几点钟？为什么恁会做即款选择？听到这个选择的时阵，毋知恁要安怎回答？真歹回答吼！大概对细汉开始，对小朋友，对国中到高中，伫咧感觉这个问题真歹回答。将这个问题转来问咱家己的家长，通常家长袂互因一个真好的答案，因为咱定就会讲因为咱礼拜爱来敬拜上帝啊，因为爱回应上帝的听啊。咱会有无共款的答案？毋过咱若阁加想一寡，这个答案敢会当互咱满意无？还是会当互问咱这个问题的人满意吗？其实咱真困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因为人生其实一直就是选择，咱拢咧选择，咱会当选择来到伫礼拜堂，咱会当选择踮伫家己的厝，咱会当选择踮伫任何一个所在。毋过，每一个选择的背后，也有伊背后所会发生的事。今仔日咱通过这段圣经，在咱读《申命记》30章来到伫已经到伫上尾了啊。这也咧对咱讲的是摩西的性命，摩西服侍的性命行到伫伊上尾路站。到伫上尾路站的时阵，伊想的，伊有一寡话必须爱所有以色列人来讲。这个话是摩西生命中间一个真深的期待，也是伊一个真深的愿望。所以讲啊，今仔日我将一切生甲死、灾厄也是福气，全部拢摆伫恁的面前，互恁选择吧。这就互恁选择，恁到底要安怎选择？这是摩西所讲的话。今仔日我将一切摆伫恁的面前。无论是生命、是死亡、是灾祸，也是幸福，全部点伫你的面前。不过，伊阁继续讲哦，如果恁今仔日遵行我所颁布，即系上帝所予恁的诫命规例，愿意听受伊、顺服伊、遵守伊一切，恁就会当得到幸福。若是无咧，若是无，恁恐惊就会烦恼踮伫灾厄的中间。所以，伊将这两个选择摆伫人的面前，看起来真简单。你要选择倒一项？是灾厄，还是幸福？是生命，还是要死亡？若是要互咱选，应该真简单吧？照理来讲，这个选择真简单，但是实际上咧，大家人拢会讲啊，主啊，你若是真正将幸福甲灾厄，还是生命，还是死亡，全部拢摆伫我的面前，我当然嘛要选生命，我当然嘛要选幸福。但是实际上是啥物？实际上是人敢若拢毋是安尼选的呢？人敢若拢毋是安尼选的。咱会真济摆，无论踮伫啥物款的事件，踮伫啥物款的场合中间，咱会发现讲，人咧选的定定是啥物？人咧选的通常是灾厄，人咧选的通常是迈向死亡的过程。所以听起来真简单，但是做起来比咱所想的搁较困难。摩西行到伫生命上尾路站的时阵，咱来想一下，现在因踮伫啥物所在？摩西甲以色列人现在伫啥物所在？搁伫旷野吧，未入去，搁踮伫旷野。但是摩西也知影，伊生命到上尾啊，伊会发生啥物代志？伊无法度甲遮个人做伙进入新的阶段。所以徛踮伫遮的时阵，伊开始咧想的代志是：我怎样继续鼓励遮个兄弟姊妹，因一生会当行伫主的正路中间。但是伊哪想的过程，伊也哪会想起过去这段路。过去踮伫旷野的这段路，因发生啥物事？当顺时的时阵，人就袂记哩上帝；当拄着患难的时阵，当咧开始咧埋怨祷告，拄着济灾祸的时阵，佫知影讲爱转来超找上帝。所以，敢若讲因的生命伫一个一摆佫一摆即款的恶性的循环中间，一直咧发生。应该爱选择幸福啊，但是竟然到上尾啊，拢是在灾厄。应该爱选择生命，但是到上尾啊，一直拢行往死亡。所以就踮伫一摆佫一摆，这个恶性的循环中间，人敢若愈来愈行往灭亡。直到摩西真迫切咧大家鼓励讲，今仔日我叫天也叫地。三甲来做证，为什么伊要安尼讲？叫天甲叫地是全部代表是，这是全部一切上帝的创造，全部拢要摆列伫恁的面前。这一切拢伫恁的面前，所以伊有一个真深的迫切是讲，请
咱选择生命吧，请咱选择生命吧。人会因为家己的想法，人会因为家己所咧想的代志，家己所有一切的计划，至到咱一直咧偏远，一直咧离开上帝的路。但是摩西的任务就是要邀请咱大家重新回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吧。所以伊讲选择生命吧，遵守上帝的律法吧。安尼，当恁未来进入点伫迄个应允的土地的时阵，这个恩典要永远甲恁会行行顺顺三地地。这是一个服侍到伫上尾路站的路仆，对伊所徛起、伊所斗阵者的信仰团体所讲的话。看起来选择拢真简单，但是咱千万唔通袂记。这是一个上帝的路仆对伊生命中间所发出一个真大的疼心，伊期待这个人会当得到生命的福气。其实，踮伫这个世界中间，来到伫现在的社会中间，咱是一个愈来愈注重家己的时代。无论咱安怎来看，安怎片面。其实活伫这个整个的社会中间，咱拢为着家己咧暗算。所以，当这个选择点伫咱的面前的时阵，伊背后有一个更较深的问题是：到底你是为着你家己咧做选择，还是有咧考虑别人，为着上帝咧做选择？这也是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当咱咧做选择的时阵，咱是考虑家己，也是考虑上帝。为着家己其实较简单，因为咱有伤济计划，伤济家己的想法，咱拢会一直为着家己咧暗算。所以，逐摆讲，虽然我是为别人好，但是心内所想的是啥物？是要为家己啊。虽然咱拢会讲啊，你爱安尼是要为着恁好，但是实际上是为家己。摩西踮伫申命记不断咧讲的是，到底你咧为啥人？到底你咧为啥物人服侍？到底你咧考虑的是你家己，还是考虑别人？所以，这个生甲死的选择，幸福甲灾厄的选择，今仔日共款摆列点伫咱的面前，邀请咱去看。搁煞来咧，咱的生命要安怎向前行？无说讲选择生命吧。当看见今仔日因的服侍，因所咧讲，这个德雅，他都咱有听到，这个德雅代表啥物？这个德雅代表生命的流动。一个生命的流动，看到咱这个德雅摆列点伫咱的面前的时阵，咱看到一个生命流动的力量，一直点伫咱中间咧跑走，一直点伫咱中间带咱。当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带咱来看每一摆上帝咧做的工是啥物。所以虽然咱是读这的话语，看起来这是摩西所讲的，我将这的物件摆列伫你的面前，但是伊背后所要唤起大家的是来看上帝的行动吧，来看上帝的行动吧。上侪时阵，咱拢有家己的想法，咱袂记你去问。上帝的行动是啥物？所以常常有青年人咧问我讲啊，牧师，我一直拢感觉讲，我会受到我家己情绪的捆绑，我会一直受到啊，我无法度做选择。我虽然看起来要迈向好的迄一边，但是我一直感觉讲，我家己行袂出来，我无法度行过我生命中间的困境，有伤侪考虑，有伤侪暗算。到上尾，我会鼓励因讲，其实当咱咧讲即句话的时阵，背后所讲的是啥物？当咱咧考虑的是我家己的情绪，当我咧考虑的是我家己无气力的时阵，上大的问题是，咱已经失去对上帝的敬畏，失去对上帝的敬畏，至到咱干那看家己，无看别人，无看这个世界。无看咱所徛起的所在，咱来看
看上帝在做甚物吧。这也是摩西所讲的，迄个选择性命的背后是，恁爱看上帝的工作，来看上帝踮伫咱中间。今仔日咱来到伫礼拜的时阵，看见上帝踮伫遮个小朋友的性命中间，因咧做啥物？看见上帝透过因，上帝咧做啥物？当咱每一摆来到伫礼拜，来到伫每一个团契，踮伫家庭，踮伫咱咧敬拜的时阵，咱来看上帝的作为是甚物吧？这段时间以来，咱有真侪教会有真侪修理的工作，包括他拄仔踮伫后壁，还佫咧修理。咱有真侪修理的工作，无论是物件的修理、建筑物的修理、文物的修理，也是边仔即北道的修理，咱有真侪修理的工作踮伫咱的四周围咧发生。这个修理是啥物意思？我毋知影咱安怎看咧精修还是修理这件事。有人讲，这敢会是将迄个歹去的物件重新搁倒转去，互伊恢复伊原本的功能。其实我逐摆有机会咧看因咧修理，也是逐个所在咧修理的时阵，我愈来愈发现一件代志：修理毋是将旧的物件修理好难尔。修理是生命的重新创造，修理是生命的重新创造，所以迄个修理了，毋是物件会转到古早，修理了，迄是完全是一个新的物件展现出来。咱咧服侍的当工迄工咧分享讲，若是我早知遮尔困难吼，我绝对袂修理啦。若是早知修理这包图遮尔困难，绝对袂叫段老师来修理。若是早知要修理这历史资料遮尔困难嘛，绝对毋敢安尼做。若是早知要修理这物件有遐尔困难，绝对无人敢做。这句话是先知的语言，因为感谢主，咱就是无遐尔济早知影。咱就是无遐尔济早知影，所以人才会当行伫上帝的路中间，人才会当继续行伫上帝所应允的道路中间。所以有当时咱所拄到的问题是，咱想过头了，阵咱知影足侪代志啊。我知影我家己无开力啦，我知影我家己情绪无好，我知影我家己工课伤过济啊。是因为咱知影家己伤过济，至到咱无法度行出军队上帝的脚迹。所以，因为咱无遐济早知影，所以咱才有当时亲像一个戆人共款，戆咧缀上帝的行动。逐礼拜我有机会去看因咧修理遮个代志，咧修理遮个文物。遮个纸的资料的时阵，遮个修护师逐摆拢问我一个问题，伊讲无说，咱到底有偌济时间？伊讲时间最重要，因为时间会当决定咱到底要修理到什么款的程度。咱有补助款，咱有政府的计划案咧进行，所以当然有时间的压力。时间真重要，时间会决定到底要修理到什么款的程度。毋过，遮个同工嘛继续对我讲，但是牧师，当阮看到遮个物件，因为时间，所以无法度修理到阮认为的迄个状态的时阵，其实心内底是有真大的背白，毋知影到底要安怎选择。我毋知影咱会安怎选。听因安尼咧讲的时阵，我就会讲，好，无恁就照恁所想的继续去行吧。因为如果这是上帝爱咱所做的，当然计划案有时间的问题，但是踮伫上帝的手内面，咱是继续向前咧跑走。这是一个重新修理的过程。来到二楼骹咧看这幅图咧修理的时阵，有当时听段老师咧讲咧分享这个过程，我心内底嘛有真济的感动。
伊向我分享讲，进前咧画即幅图的时阵，伊敢若用1个月的时间咧画，用1个月的时间咧画即幅图，啊，然后迄当时啊无遮尔济设备，所以敢若会用一个真悬的楼梯，所以到伫迄个上悬的所在的时阵，会拄着一个问题，毋敢伤过出力。咱知影为虾米吧？爬到伫上悬的时阵，爱画遐的云啊、海的色彩的时阵，毋敢伤出力，因为无其他的保护，敢若会当爬楼梯踮伫遐，所以敢若会当用点的。啊，所以有当时就会看到讲，无法度遐尼完整。即摆当教会看见遮的需要、搭营架，佮有遮的保护的物件拢出来的时阵，伊感觉讲，伊会当好好将遮的欠缺的所在拢保护足。所以，那咧保的过程中间，就那会开的时间就愈来愈长。大家拢问我讲，啊，无说这幅图到底爱修理偌久？我讲我嘛毋知呢。啊，问信教长老讲，我嘛毋知。啊，目前看起来可能要几啊个月的时间。啊，因为愈画的过程，就开始愈咧看讲，上帝透过咧守护遮个人的性命，上帝透过咱每一个人参与踮伫即个事工中间的时阵，咱咧看上帝咧做啥物？咱咧看上帝到底爱即幅图，也是遮个资料的修理，也是咱每一个建筑的所在，咱到底要行往什么款的所在？这也是摩西所对咱讲的：选择性命吧。你会当因为时间的压力，所以选择迄个较简单的方法；你会当因为咱感觉资源无够，所以选择迄个较简单的代志；你会当因为敢若看到你家己的需要、家己的欠缺，所以敢若选择一条对家己较好的路。毋过摩西所对咱讲的是：选择性命吧。选择性命，就是爱互咱的性命行往一个无法度计划的状态，行往一个无法度按算的旅程中间。这是一个冒险，但是摩西也对咱讲啊真清楚，咱爱安怎做。伫这段圣经节一开始甲上尾了，伊讲啊真清楚啊，16节。我今仔日吩咐恁，着听上主，听恁的上帝，行伊的道路，守伊的诫命规例命令。这是1点26节所讲的。到伫上尾啊，伊佫讲一摆，20节佫讲一摆，着听上主恁的上帝，听趁伊的话，忠心跟对伊。但有发现无？伊讲啊真清楚，咱选择性命唯一的秘诀是听上帝。恁爱听上帝啊！行伊的道路，要怎样行伊的道路？到伫20节，伊所讲的迄个行伊的道路是爱听趁伊的话，爱听趁伊的话，然后遵守伊一切的诫命规例命令的时阵，来到第20节，伊所咧讲的，这就是忠心跟对伊，也就是对咱所发出的挑战是，咱每一个人伫生命中间是忠心咧。服侍主，这是唯一的秘诀。要军队生命上界重要的是忠心军队主。伊咧反映的就是，当恁受到诱惑去拜别个神明的时阵，恁已经失去忠心啊。所以，敢若邀请咱大家讲，爱忠心服侍主。咱无法度早知遮尔困难，所以袂做。咱无法度讲早知，我要教遮个囡仔要用遮个乐器遮尔困难，所都无要教。但是行伫即个过程中间，每一个服侍的人忠心咧服侍主，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因带咱敬拜上帝的时阵，咱毋是咧看因表演。咱是咧看上帝的作为，踮伫遮，
上帝的作为通过因的性命，也继续向咱发出邀请，爱忠心服侍主，爱忠心跟对伊的路，安尼，恁甲恁的囝囝孙孙就会永远得到活命。所以，当来到日一开始，迄个侪未信者问迄个问题，到底恁的基督徒为虾米安尼选择的时阵，咱真歹有答案。但是，咱唯一会当所做的事，这是我甲上帝的立约，毋是我的选择，我是忠心踮伫我甲上帝的立约，我忠心为着我所做的决定负责任，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是咱甲上帝的立约。摩西透过这段圣经节发出邀请，选择性命吧，咱的一生会得到真实的幸福。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选择性命吧。生甲死，这距离有偌远？少年人讲，我还阁有时间；年长者讲，时间已经无够啊。其实，这敢若一条线尔。这个铜板的正面甲反面插起来，看起来是真千里。选择也是互人选择，可能也是无可能，拢是生命大灾问。选择生命吧，全心全意去听，尽心尽力去听，忠实伫所事，必然要得到生命。选择生命吧，咱就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咱的上帝，忠实、忠心踮伫咱所是，毋是咱所做啥物。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子，所以咱会行伫上帝的听，会通看见上帝的恩典永远甲咱伫地。请咱做伙来用这首真古水的圣诗，要来回应上帝的听。这首真古水的圣诗，也搁一摆要透过这个小朋友的声音，带互咱活力。带互咱生命的流动，互咱每一个人，无论是少年、是年老，是任何无共款的背景，咱拢会当选择这条生命的路。闪时时小金钱，光呀呀，光呀呀，闪闪时时小金钱，声诉光呀呀。要好愈兴出外人，拄着黑暗心茫茫，入金钱照光带路，行红云路途。啾啾西只鸟，在唱歌，在唱歌。啾啾西只鸟，声思在唱歌。要好孤单的心灵，听我唱歌心月清，伫今心内要听见。上帝听小你，
时时刻刻拜眼睛，经生命受改名，当钱正反差千里，选择无勇气，专心专意听上主，真心真意听坛主，忠心尽职受教导。伫人生喜乐，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永远教阮每一个人三比地。你也通过你的罗卜摩西，将一切规律、诫命、律例排列点伫众人的面前。总是你也讲，选择活命吧。当阮学习听你，听探你的话语，忠心来跟对你的时，主阮知，阮会行伫这条生命的道路中间。愿主真做阮的帮衬，也透过每一摆，阮看见你的作为，阮感受到。生命的主，你一直运行，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你也将活命踮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的流动，带阮进入应允的所在，踮伫遐要一生得到幸福。愿主赐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请坐，请咱来看教会的事工，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咱即礼拜圣经学堂的所在点伫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哦，咱后礼拜要召开咱今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吼，所以咱后礼拜是2场礼拜合并吼，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今仔咱的会员的兄弟姊妹望咱会当做伙出席来参与。会员名单拢搭伫后壁，若有一块长大的嘛，请咱会当赶紧咱的小会员来提出保证的所在吼。要请假的嘛会当赶紧咱特区的区长来讲。好今仔日咱感谢咱的小朋友甲咱所有的老师踮伫咱中间的服侍吼，咱邀请因做伙徛起来，咱做伙拍鼓来鼓励因，感谢因的服侍吼。好，多谢，请坐。过来咱新的学期，上年大学的课程准备要开始，踮伫后礼拜拜52月24。上午拜5上午几点？9点到10点是注册吼。所以邀请咱大家对9点就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咱10点开始会有一个注册甲课程分享的茶会吼。咱会有一个课程说明的茶会，邀请咱有兴趣的只要满55岁以上就会当参与咱迄个分享茶会对10点开始，所以邀请咱大家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踮伫新的一学期上年大学望会当成做咱每一位老大人的祝福。好咱嘛特别踮伫祈祷中间，伫关心土耳其所发生的大地震。既若有愿意想要为着土耳其的大地震来奉献的吼。就请咱用咱感恩奉献的迄个奉献袋注明为着土耳其地震，安尼就会使吼。所以若是有意愿要为着遮来奉献的兄弟姊妹，嘛请咱会当三甲来致意。好所以以上我做遮的报告，期待咱等下礼拜三以后，咱会当继续交易，会当彼此分享甲鼓励。我做以上安尼报告。请咱起立来吟上言的诗歌，圣诗392首，俄勒上帝万福本源。俄勒上帝万福本源，地久万米最声称赞，地定心塞上赞万世，乐白行星星上帝。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听从上帝极大的恩典甲奥秘，通过圣子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快乐，成做咱的帮衬，也踮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互咱的生命成做懊恼的诗歌，一生上赞上主的作为，直到伫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Reggae,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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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ta tukalomba ho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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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ta tukalomba ho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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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ta tukalomba ho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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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ta tukalomba ho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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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ta tukalomba ho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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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ta tukalomba ho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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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 tatuka lomba ko 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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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 ka lomba ko ito 现在大家到底唱哎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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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 tatuka lomba ko 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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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 tatuka lomba ko ito goodbye はい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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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 tatuka lomba ko ito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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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ni tatuka lomba ko ito